老师的话，18个专辑，每一个专辑像这个第一个专辑有6个档案，可以播放的时候萤幕录影，变成影音档，可以上传网络了。利益众生，利益有缘人。有益于众生就是善了，不能执着功德，去除贪嗔痴三毒，净化身口意三业。那要提供网址，你看第一集就有6个档案了，有18集，这是云端硬碟。那这个 MP3 档案，如果配合那个鸿华 MP3 手机程式 APP 的话，要知道那个是连接的网址连接到哪里，看看是哪一个云端硬碟资料夹，然后送上去，就可以连接得到了。这7个档案。怎么没有第6集啊？变成19份呢？原来它15集还分国语、台语13集还分国语、台语，原来它是这样的，没有第6嘞，就跳到第7了。